Hello， 大家好啊！春嚟今日又帶大家嚟睇靚房喎。不過我哋嚟咗嘅咧係大亞灣嚇。銀灘花園，阿德、有沒有像森林裏？爭啲蕩失路添。雖然個花園唔係好大，但啲樹木真係太高。很高嘛，冇錯啦。等下去探索一下有沒有野生動物。估計好多鄰居嘅，你會見到啊。咁我哋喺大亞灣呢個地塊啦。銀灘花園揾咗套靚房，聽講個業主咧將屋入邊咧做咗好多可以收納好多嘢嘅地方嘅。銀灘花園呢，是我們整個十里銀灘樓間距離比較寬的一個樓盤，而且呢，它也是設計的比較合理，方方正正，每個房間，每個連廁所都是方方正正的，而且洗手間是真正做到了3段式。咁我哋即刻去睇下呢套靚單位。好啦，我哋依家嚟到佢呢個單位呢度啊，睇得出啦，業主都真係唔會唔捨得個景觀，做咗個風窗噶。這個風窗雖然封了，但是透過這個玻璃還是可以看得到海。前面就是華韻，係啦，小徑灣的6期可以看得到他們的泳池。咁我哋呢度咧就係銀灘花園啦。其實我哋呢個小區咧行去前邊嘅沙灘係非常之方便嘅，落樓行幾步，跟住穿過對面嘅花園就可以行到沙灘。中意游水嘅啲觀眾朋友真係呢個單位幾好。右手邊呢就是我們的小學，然後再過去呢就是我們最旺的一條商業街。係啦，咁都幾安靜噶，喺依家呢個時候咧都冇乜好大嘅噪音傳上嚟啦。咁如果中意嗰種有聲嘅咧，可以夜晚嗰時咧嗰邊一條宵夜街啦，1到5咧有啲朗朗讀書聲喺度啦。吃喝玩樂，應有盡有啊！咁我哋睇佢入邊內籠係點樣嘅先，企喺嗰度好似唔想走咁。家私家電全部有啦，哇！做咗個好大嘅空調啊，落地式嘅茶几啦，我見得出業主就好愛護佢啲家私啦。叫我睇好多凳啊，呢啲係餐凳嚟嘅，就呢個位置佢搬咗過嚟嘅啫，仲有張梳化入邊嘅嘛，佢都有嘅，OK 啦，都係嗰啲叫科技布。幫大家睇過個梳化保養得非常之靚仔都係一套嘅，全部都係一個顏色咯。一個到頂嘅餐邊櫃咧，叫做幾好用喎，幾好用，咩都可以放得下。聽講業主係重金打造，好似係歐派嘅。咁入門呢個位置咧就廚房L 字型嘅廚房。這個廚房的話，冰箱、熱水器都有了，幹嘛要可能怕曬？拿個紙皮擋。佢呢度早上嘅太陽都好犀利嘅，因為這邊是朝東。乜都做晒啦，齊全。而且還很乾淨。這個抽油煙機並不是交樓標準的那個，他自己換的。係喎，佢自己換咗個，幾好用嘅。對。咁我哋睇完佢廚房、客廳，再睇睇佢房間係點樣嘅先。呢套咧係93平方3房嘅一衛咁我哋睇下佢呢間細房睇得出業主真係好中意做啲櫃全屋一 set 過嘅，一排櫃，然後這個是衣櫃來的，一入門，這個床的話都是有1.8米、2米吧。其實我個人比較中意佢哋用呢種咁嘅實木嘅，比較襟用。對，都係有個飄窗啦。我見業主真係好中意擺呢咁嘅膠凳喺度，點解唔做個墊咧？坐喺度睇下海。看得出來不是經常回來的啦，把什麼東西都保護得那麼好，這個跟交樓標準的。一樣新，但是唯一多的就是它可以用的家私家電。我知道咧業主咧佢係有一個家電要攞走嘅，一陣同大家講下。咁呢度咧就係3段式嘅乾濕分離洗手間，有採光窗㗎。真正的3段式。係啦。你沖涼，我上洗手間，或者是我在外面化妝，你咁重口味啊？咁呢個房間咧係東向嘅。所以佢早上嘅太陽咧，採光各方面非常好，全部都做咗嗰種榻榻米，好多收納嘅櫃，好多空間喺度。
這樣就可以擺個2米的床墊，把飄窗利用起來。哇！衣櫃啦、點放都夠位啊，都有啦。可以做一個兒童房都得。佢呢度有個書台喺度，也可以是化妝台，俾佢讀書寫字。然後這個房間也是一樣，有書櫃，有書台。都係做咗榻榻米噶吓，依然好多收納嘅空間喺度，每個地方都可以放嘢，完全唔浪費任何一寸空間吓，極之實用主義者。空調也裝了每個房間。咁我哋睇完，其實大家好似冇乜發覺邊間係主人房，其實主人房就喺呢度嘅，景觀最靚嗰一間房，呢間就係主人房嚟噶啦。飄窗最大啊！咁我哋下邊呢叫攝影師咧做個仔細嘅推鏡，將成個單位嘅內容呈現俾大家睇。好啦，啱啱攝影師咧用個好仔細嘅推鏡，將成間屋嘅內容咧呈現俾大家睇。其實佢總體保養係非常之好嘅。幾乎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啊。係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噶啦。佢就攞走一樣電器嘅啫，就佢房間嗰個電視係會攞走嘅。咁自己再買一個電視就 OK 噶啦。都見到業主專登將個打包盒放咗喺呢度。咁呢個單位咧，佢係高樓層嚟嘅，所以景觀非常之開闊。你睇出睇海啦，同埋睇遠景近景都係有嘅。業主仲做埋風窗。而且業主我看了一下，在那個煮飯的那個地方也做了一個擋板，就是很細心的一個業主。係啦，咁呢個單位咧，佢係3房1衛，地處咧係大亞灣地段嘅銀灘花園，周邊嘅配套都非常之便利嘅，坐車啦、行街啦、買菜啦、去飲嘢食飯啦，甚至去沙灘啦，都係非常之近嘅。咁佢呢個業主咧，佢係屋入邊嗰啲家私全部係訂製嘅，咁佢依家都係叫做腰斬嘅價格啦。64萬就可以有交收啦。那真的是很優惠，因為之前買過來都要120多萬。係啦，所以如果有中意呢種單位或者中意呢種地段嘅觀眾朋友咧，可以即刻聯繫我哋，帶你現場睇樓，關注我哋，帶你睇更多好房。咁我哋呢個單位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下期再見，拜拜。